屏东的满洲乡有民众发现一只梅花鹿也颔棍着枪，当地居民讲偷拍蜡掠梅花鹿，伫咧当地是真史上的代志，尤其是公的有角会真做标本摕去卖。军管处表示，违法拍蜡违反国家公园法，佮有动保法，相当会罚200万。另外，抓这违法的枪，相当会佮判关10年的有期徒刑。山沟卡出现乌色的塑胶袋啊，拍开看是已经死亡的花鹿，阿妈棍佫会当看到明显的枪孔，非常惊人。当地居民推估盗猎者可能因暗时看袂清楚，把这只少年花鹿当作是生鹿，掠着了后发现鹿角收过细，无记得。直接包包的等去真少人到的所在，互因真无奈的是，这种行为伫咧当地毋是单一的个案，是常常看到。违反了动物保护法，最高可以处200万以下的罚金。另外，如果是涉及持有非法枪械，恐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，并科新台币700万以下的罚金。军管处表示，这已经违反动保法，嘛违反国家公园内底禁止的猎捕野生动物的规定，后续会加强联合夜间的巡查，针对满洲乡等的热点嘛进行事先的情报收集。关于这次的事件，然后其实看完了之后，其实心灵还蛮沉重的，因为他们所做的行为并非真正符合猎人精神的。非法猎捕的行为和当地拍蜡者拢无认同，其他居民则是建议政府透过合法途径等方式来平衡着花鹿甲生态，因为花鹿数量真侪，鹿群加作物雄雄壮帅，造成交通问题，嘛是当地爱解决的状况。公司新闻王丽婷、陈显坤屏东报道。